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4，诗篇52篇8节安尼讲：毋过我，亲像上帝殿内青翠的橄榄树，要永永远远倚靠上帝的慈爱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永远倚靠你的慈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永远袂改变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！你对创世的大生就认捌阮，你对万物未受造以前就知影阮。主啊！你对阮有你奇妙的安排甲计划，互阮通领受你永无穷尽的恩典。主啊！这款的恩典奇妙伟大，是阮无法度测度，阮只有感谢搁感谢。主啊！世间人超做永远价值的宝贝，总是最后拢是失落甲空空。毋过阮要意爱踮伫你的殿，亲像你殿内青翠的橄榄树，要永永远远倚靠你的慈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